問我謝賢，也就是我口中嘅四哥，他把一生嘅遺產通通留嘅張柏芝照顧嘅兩個孫仔，這背後到底是不是天道嘅因果安排？我今日直接話你聽，這絕對不是一時嘅衝動，而是命理學上最精準嘅天道成負同埋因果循環。在我大半世人研究嘅易經命理體系裏面，人一生嘅風水就係年輕嘅時候是喊不出嚟嘅，只有到了晚年生命嘅最末期，你哋風水格局才會迎來最終嘅定局。在我們詳細拆解四哥一生嘅風波，同埋後面如何用易經乾坤兩卦去積累你自己嘅晚年福報之前，如果你想看透人生因果，想行好運，請先訂閱我呢個頻道，撳埋隔壁個小鐘仔，咁樣你先至唔會錯過我每日同你分享嘅大師級命理與易經智慧。我大半世人都去讀書研究易經同埋傳統命理，在香港嘅文化界打滾了幾十年，跟四哥謝賢也有過幾面之緣。四哥這個人一生傲骨，風流不隨，年輕時在香港電影圈是風光無限嘅頂級巨星，很多人恨到他現在80多歲，一個人住在空多多嘅豪宅裏，身邊只有傭人陪伴子謝霆鋒跟王菲在一起過着自己嘅生活，就覺得佢晚景臨涼。但我告訴你，這正是大家對命運最淺顯嘅誤解。四哥嘅晚年非但不龍涼，反而是他一生銷情得禮嘅最體面、最圓滿嘅因果山中。他把財產全部留給兩個孫仔，這背後隱藏着大自然磁場能量嘅最完美平衡。在中國傳統玄學裏面，家庭嘅氣場是流動嘅，祖先嘅福報會通過子孫後代嚟承接。我一直強調，呢個人的晚年過得好不好，不是看他手頭有多少活兒，也不是看他有多少存款，而是看他能不能在最後嘅關頭把自己嘅恩怨情仇通通理順，把自己嘅氣場清零，乾乾淨淨地告別呢個世界。四哥謝賢嘅一生雖然表面上風流，但他做人極有原則。他對前妻大度，對朋友慷慨，一生從不佔人便宜。這種在年輕時種下嘅善因，在命理學上就是他晚年能享清福，能有孝順、孫仔守護嗨嘅最強大因果。今天我就會用我一生嘅易經研究智慧，帶你走入這段港圈傳奇嘅背後，去看看那些隱秘嘅天道規律。這不僅是在聊別人的家事，這是在用最真實嘅生命案例嚟啟示我哋每個人該如何去經營自己嘅下半生。你要明白，你今天嘅每一個心念，你對家人嘅每一次態度，你對金錢嘅每一次取捨，都在冥冥之中決定着你晚年嘅風水格局。跟住我一齊聽下去，你會對生命、對財富、對子女關係有一個完全不一樣嘅通透認知。我研究你嘅大半世人易經，始終抱持一個觀點，我認為人生是一場馬拉松，前半程嘅領先不就贏，只有當你快到終點嘅時候，你嘅腳步依然是穩健嘅，你嘅心經依然是祥和嘅，那才叫真正嘅成功。這在易經命理學中叫做蓋棺定論，大自然風水氣場運行嘅規律，告訴我一個人在年輕時大富大貴、自要有成，即其實不一定是他嘅福報，有時候反而是他前世或者祖先遺留下嚟嘅福助。如果他在年輕時揮霍無度、仗勢欺人、不結善緣，那他就是在提前透支自己晚年嘅信用額度。到了老年，當你嘅生命能量開始衰退，你年輕時種下嘅所有因，都會在晚年集中結出果實。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老人家在年輕時風光無限，手頭有幾十個鋪位，仔女成群，但到了晚年卻因為子女爭產而反目成仇，自己孤零零地躺在養老院裏，連個送終的人都沒有。在易經的乾坤兩卦中，
坎卦代表着開創奮鬥，坤卦代表嘅承載包容，係晚年嘅風水，就係你如何將坎卦嘅剛健轉化為坤卦嘅厚德載物。如果你在晚年依然充滿咗掌控欲，依然天天跟人計較利益，那你的坤卦磁場就會被鐵底破壞，霉氣和衰氣會源源不斷地流向你。我研究幾十年已經見過太多豪門恩怨，很多富豪一輩子都在算計，到了晚年身體垮啦，仔女嘅心也散啦，整個家庭嘅磁場變成了冷酷嘅戰場，這就是典型嘅晚年風水破敗。而在我哋玄學體系裏，最提倡嘅智慧是教我們在晚年學會退步，學會放手。你要把精力和金錢從名利場上收回嚟，多去關注你自己嘅心靈修行。你要把對子女嘅期望和掌控放下，相信他們有他們自己嘅命運和福報。當你擁有一顆知足、感恩、慈悲嘅心，你身上嘅氣場就會變得溫馨、溫暖。你會發現家裏嘅風水變好啦，身邊嘅小人變少啦，身體也變得更加健康啦。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晚年的風水才是最終嘅定局，因為只有在生命嘅最末期，當你經歷了人生風風雨，依然能保持內心嘅祥和，你先至真正活出了大自然風水嘅最美境界。這種安穩同埋尊嚴是任何金錢都買不嚟嘅福氣。我見過太多老人家年輕時風風火火，到了晚年卻因為放不下權力，放不下金錢，最後搞到眾叛親離。他們不明白人生嘅劇本早就寫好，年輕時你點樣對人，晚年人哋就會點樣對你。天道循環，報應不爽，呢啲唔係迷信，而係最真實嘅能量。首期你輸出乜嘢能量，宇宙就會回饋乜嘢能量俾你。所以如果你想晚年過得安穩，從而家開始就要好好經營你嘅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說話，每一個行動。講到四哥遮言，很多人嘅第一印象就是風流傲骨，一輩子放刀不除。他年輕時結過2次婚，身邊嘅紅顏知己多不勝數，甚至在70歲嘅時候還跟年輕嘅姑娘談戀愛。他在外人眼裏係一個極其任性自我嘅人，但你知不知，就是咁樣一個表面上看起嚟極其風流嘅人，像我哋玄學命理體系嚟看，他的晚年非但冇任何破敗之象，反而自帶一種極其深厚、乾淨嘅福報。這背後嘅原因非常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深思。屬馬或者屬鼠嘅朋友，你今年係咪剛好60歲？你身邊有沒有出現過一啲整天向你訴苦，讓你覺得全身沉重嘅人？歡迎你喺評論區留低你嘅出生年份，等我同你一齊睇下點樣避過呢啲負能量。四哥的風流是體面的風流，他從不差流，他對待他的千次尊真。狄波拉不論是在一起嘅時候還是分手之後，他都給了最大的慷慨和尊重。他跟狄波拉離婚嘅時候，沒有任何爭吵和算計，反而把大筆嘅財產都留給了對方，自己淨身出戶。離婚後，他為能跟狄波拉以及他的現任丈夫成為好朋友，大家一起吃飯喝茶。這就係複雜嘅香港娛樂圈，簡直係一個奇蹟嘅說明。四哥這個人雖然任性，但做人極有原則，極有擔當。他從不用情感去欺壓別人，也從不在金錢上虧欠女人。在易經的因果法則中，不欠債，特別是不欠情債和錢債，是積累晚年福報最重要嘅一步。四哥一生花錢大手大腳，年輕時賺到幾千萬，他轉手就花光了。他從不留財，這在風水學上反而避開了守財佬嘅貪婪磁場。他最因真誠慷慨，對身邊嘅傭人師資都極好，一生從不佔人便宜。這種在年輕時不自私、不肚冷嘅行為，
為他植每到極其乾淨嘅晚年氣場。所以他現在雖然一個人住，但他身體健康，精神百倍。這不算農糧，即係一世無債一身輕的滲嘆境界。很多人唔明白，以為孤獨就係農糧，但四哥嘅孤獨係一種選擇，係一種修行之後嘅自由。佢唔使睇人面色，唔使應酬唔中意嘅人，每日起身想做乜就做乜。呢種彈脫係用大半生嘅善行換翻嚟嘅。佢嘅風流從來唔傷害人，佢嘅放刀從來唔越界。呢種分寸感就係佢晚年福報嘅根源。你睇下嗰啲晚年涼嘅人，邊個唔係年輕時斤斤計較？邊個唔係對身邊人刻薄寡恩？所以話你點樣對世界，世界就會點樣對你。四哥就係最好嘅例子。最近關於四哥謝賢遺產分配的消息在香港傳得沸沸揚揚。有消息指四哥決定把自己名下所有嘅財產，包括豪宅和信託基金，通通留其將白芝照顧嘅兩個孫子，也叫做 Lucas 和 Quintus， 而兒子謝霆共則一分不拿。呢個決定一出嚟，很多人覺得不解，覺得他對兒子不公平。但我告訴你，從易經嘅因果成負和家族磁場能量平衡嘅角度嚟看，即係絕對是四哥一輩子做過最聰明，你是最符合天道安排嘅決定。在命理學上，家族嘅能量是首取嘅。謝霆鋒年青時憑藉咗自己嘅努力，如今身家10億，他根本都需要自超養嘅這筆財產。如果四哥把錢留給謝霆鋒，這筆錢到謝霆哥那裏，只係呢個數字，無法發揮任何實質嘅能量。而相反，張柏芝在離婚後，一個人頂着巨大嘅輿論壓力和生活壓力，含辛茹苦地把兩個兒子養大成人。在這一點上，張柏芝對謝家嘅付出和功德是無可估量嘅。你有冇試過用洗牙或者捐血嚟化解血光之災？你覺得呢個方法靈唔靈？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經歷。四哥呢個決定，在易經中叫做因果成在，將柏芝維家延續了香火，把兩個孩子教育得懂事、聽話孝順。四哥把遺產全部留給兩個孫仔，實際上係在替兒子謝霆崇上還對張柏芝和孩子們嘅情感債務。這筆錢到了兩個孫仔手裏，不能保障他們未來嘅生活，更能極大地修復和溫暖呢個家庭曾經撕裂嘅磁場。即係再用木質去轉化家族嘅負能量，化解宿怨，積累福報。咁奇妙嘅事，這兩個孩子在八字命理上地支水氣激旺，而四哥晚年的平地木命最需要水嘅滋養。四哥疼愛這兩個孫子，孩子們也極度依戀和孝順爺爺，經常回嚟看望他，陪伴他。這種祖孫之間嘅真摯情感，在命理上形成了最強烈嘅生造局勢，源源不斷地為四哥嘅晚年磁場注入了生氣。四哥把財產留給孫仔，保證了謝家第3代能出人頭地，也為他自己換來了最溫馨、最有溫度嘅晚年生活。這才是最完美嘅智慧安排。你諗下，如果呢筆錢俾咗霆鋒，霆鋒只會將佢擺喺銀行，但俾咗兩個孫，就係用嚟培育下一代，用嚟修補家庭關係。呢種轉化就係易經入面講嘅陰陽互濟，就係天道循環最精妙嘅地方。四哥唔單止睇透咗金錢嘅本質，更加睇透咗家族能量流動嘅規律。呢份智慧唔係個個人都有嘅。謝家嘅故事可以說是香港幾十年來最精彩嘅現實版大戲謝賢、謝霆岳、張柏芝、王菲嘅4個人嘅名字糾擁在一起，恩怨情仇分分合合，在外面嘅人看來是一氈狗血嘅娛樂八卦。但如果我們用玄學嘅眼光去剖析，你會發現這3代人嘅命運曲跡其實是一場極其完美嘅宇宙天道氣象平衡。大自然中陰陽互補
五行平衡，家族嘅氣場也是在一種交戰中尋求住最終嘅安定。四哥謝賢一生風流，他的兒子謝霆鋒在感情路上也同樣跌宕起伏。謝霆鋒年輕時就將柏芝同埋王菲之間徘徊了許久，這在命理上是因為他體內嘅金火之氣極其旺盛，需要水木之氣嘅調和。將柏芝性格熱烈，五行屬火，這與年輕時極區不齊的謝霆一拍即合，兩個人在一起火光四射，熱烈非凡。但這種過於猛烈嘅火氣也注定了他們嘅婚姻容易走向極端，最終在爭吵中遺憾收場。而王菲性格清冷，出塵五行水木之氣，極其純淨。謝霆鋒在經歷了人生嘅風雨和婚姻嘅失敗後，最終選擇與王菲復合，過着深居簡出、不務正業嘅平靜生活。這道玄學上是他的詞唱就係全球歸宿和淨化。王菲嘅清靜和無確，仲有中可咧謝霆鋒身上就暴躁之氣，讓他整個人變得情緒沉悶。但這種平衡是以巨生的謝霆鋒與張柏芝嗰段婚姻以及對兩個兒子嘅陪伴為代價嘅。這時候天道嘅平衡力量就顯現出嚟啦。張柏芝默默承受了所有嘅痛苦，把兩個兒子帶大。四哥謝賢看到眼淚，淌到心裏，他用自己嘅慈悲和慷慨去彌補謝家對張柏芝母子嘅虧欠。他把所有嘅愛同埋財產都留給了兩個孫子，這是在用他自己嘅福報去平衡這三代人之間失衡嘅氣場。這場看似混亂嘅豪門恩怨，最終在天道嘅微妙安排下，達到了最溫馨、最體面嘅平衡。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嘅位置，這就是易經中陰陽消長，最終歸於可能的最高智慧。謝霆鋒得到咗王菲嘅寧靜，張柏芝得到咗兒子嘅愛同埋四哥嘅尊重，兩個孫仔得到咗物質同埋精神嘅雙重保障，而四哥自己就得到咗最圓滿嘅晚年。呢種結局冇任何一個人係輸家，全部人都喺天道嘅安排下得到咗自己最需要嘅嘢。呢個就係宇宙能量手束嘅奧秘，你付出乜嘢，最終就會收急乜嘢，只係時間嘅問題。我大半世人研究易經，見過無數老人家在晚年過得極之悲涼。很多人覺得晚年悲涼是因為冇錢或者仔女不孝順，但我告訴你嘅只是表面嘅現象，真正深層次嘅原因是他們在年輕時沒有做好生命嘅修行，在晚年失去到自己嘅氣場平衡。在我易經命理體系裏面，乾卦代表天，代表剛健；奮鬥坤卦代表地，代表承載；厚德載物，人的一生年輕時要行坤卦，拼搏奮鬥；到了晚年就要行坤卦，學會包容同埋退步。很多老人家晚景老涼，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們到了晚年依然在行艮卦，他們不肯放權，不肯放手。他們在屋企裏面整天指手畫腳，想掌控仔女嘅家庭，掌控子女嘅事業。他們整天靚到抱怨，用父母嘅身份去進行情感勒索。這種過度嘅掌控欲和負能量，在風水學中會產生極其強大嘅煞氣，把身邊所有嘅生氣和溫暖通通推開。仔女回家就像是上法庭，自然會躲得遠遠嘅你。或者你嘅家人係咪喺農曆2月、6月或者10月出世？你覺得你嘅仔女孝唔孝順？歡迎你到評論區留言，同大家分享你嘅家庭福報。我們要學會積累晚年嘅福報。易經坤卦中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晚年嘅修行就要把你嘅心胸變得像大地一樣寬廣。你要學會包容子女嘅缺點，接受子女嘅平庸，你放下了對他們的控制和要求，多去關心他們的辛苦，多給予這們溫暖和鼓勵。當你身上散發出慈悲祥和的坤土之氣時，你屋企嘅風水
自然就會變得溫馨，財神也樂意留在你家。四哥謝賢就深諳呢個道理，他從不對謝霆鋒嘅生活指手畫腳，他係從不要求謝霆鋒天天嚟陪伴他有自己嘅生活，有自己嘅傲骨，他用他的大度和慷慨去包容前妻，去疼愛孫子。他這種不忠不長不情感囉嗦嘅姿態，就是最純正嘅寬瓜銷成。所以他現在雖然是一個人住，但他活得比任何人都要體面，都要有尊嚴。這才是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學習嘅晚年福報修行。你睇下隔離屋陳伯成日鬧仔女唔返嚟睇佢，但佢有冇諗過仔女返到屋企佢就係咁？係咁鬧，邊個會想返嚟？相反，如果你好似四哥咁送攤啲大方啲，仔女自然會尊重你，會掛住你晚年嘅福報，唔係求返嚟嘅，係收返嚟嘅。你收到個心寬發，收到個嘴和善，收到雙手樂於助人，你嘅晚年自然就會充滿陽光。退休之後，無論你手頭有多少錢，最重要嘅一件事就是要學會守住自己嘅老本，保持家庭嘅邊界感。很多老人家一輩子都在為子女做牛做馬，退休後也習慣性地想把所有嘅存款都交給子女，甚至把自己嘅木業拿去抵押，幫助子女買樓裝腰。我告訴你，這個命理和現實中都是極其愚蠢的做法，只會毀了你晚年的生活，也會毀了子女嘅前途。子女有子女自己嘅命運，他哋必須學會自己去承擔生活嘅責任，自己去經歷挫折，自己去奮鬥。你冇底線嘅縱容和資助，只會培養出毫無感恩之心嘅寄生蟲。在玄學中，金錢代表咗你嘅氣血。如果你就晚年把所有嘅資金都周出去啦，你就等於失去咗對自己命運嘅主導權。你嘅生命磁場會變得極其脆弱和被動。以後你生病需要醫藥費，或者需要買營養品，都要伸手向子女要看子女嘅面色。這多麼悲哀，這多麼失去體面。四哥謝賢在這方面做出了最完美嘅示範。他雖然疼愛子女，但他一生財政獨立，他從不向謝霆鋒要一分錢，他也從用謝霆鋒嘅錢去買尊嚴。他賣掉清水灣嘅樓活業，換成了流動嘅現金，用呢些錢去住5星級酒店、行政套房，享受最專業嘅服務，不給子女增加半點日常照顧嘅負擔。他把遺產全部留給2個孫子，既保障了孫子嘅未來，也完美地避開了子女之間嘅爭產糾紛。退休之後，你嘅第一要務是守財，而不是發財。你要守住你的經濟自主權，守住你嘅生活空間，守住你與子女之間嘅邊界。大家分開住，客客氣氣，逢年過節聚在一起吃頓飯，這才是最健康、最得體嘅現代家庭關係。當你手頭有存款，身上無負擔，生活得體面且有尊嚴時，子女自然會加倍尊重你，孝順你，不當子女嘅牛馬，不給子女留包袱。這才是你對子女最高級嘅溫柔，也是你晚年最招積嘅財富智慧。有啲老人家唔明白，以為將所有嘢俾晒仔女就係愛，其實呢種愛係一種毒藥。你搣奪咗仔女奮鬥嘅機會，同時亦搣奪咗自己嘅尊嚴。真正聰明嘅老人家，好似四哥咁，識得為自己留返條路，亦識得為仔女留返成長嘅空間。呢種邊界感就係現代家庭和諧嘅基石，亦係晚年幸福嘅保障。玄學嘅最高境界，其實從來都不是算命，而是修心。大自然風水再好，都抵不過2個字，那就是善念。在我哋玄學思想裏面，命盤決定你一生嘅基本輪廓，但你自己嘅心念卻擁有着逆天改命嘅強大力量。一個人嘅心念其實就係他身上最強大嘅風水磁場。如果你嘅內心整天充滿咗抱怨，
憂慮知道灌怒，嗱你嘅身體就會散發出晦氣，把身邊嘅好運、財運和貴人通通推開。而如果你能保持積極、豁達、善良嘅心態，嗱你嘅身體就會散發出陽氣，把好運和健康通通吸引過嚟。聽完我今日講嘅生肖同月份命格，你覺得命運係咪可以通過修心嚟改變？請在下面留言寫低你嘅睇法，一齊探討心好命又好嘅最高境界。逆轉晚年運勢嘅第一步就是要學會釋懷同埋放下，不要再去為過去嘅遺憾而後悔。那些已經發生嘅事情，不論好壞，都已經成為過去，執着於過去只會消耗你當下嘅能量，也不如再去為子女嘅未來而焦慮。子女有他們自己嘅因果同埋命運，你要相信他們有能力去解決自己嘅問題。你放下啦對他們嘅控制和擔憂，你嘅心才能真正清靜下嚟。你嘅心清靜啦，你家裏嘅風水磁場才會變得祥和，財神才樂意進門。第二步是要學會感恩同埋知足，每天早上起來看着窗外嘅陽光，呼吸着新鮮嘅空氣，感恩自己係健健康康地活着，還能享受這世界嘅美好。多去發現生活中嘅美，一頓簡單嘅素菜，一小碟鮮甜嘅水果，一首動聽嘅音樂，都能成為你快樂嘅源泉。多去幫助身邊有需要嘅人，做善事積陰德，這是改寫命運最有效嘅方法。當你身上嘅福報足夠厚，任何流年不利、意外災禍都會在你強大嘅福報磁場下化為無形。當你擁有一顆積極、豁達、慈悲個心，你身上嘅氣場就會變得無比強大。你會發現家裏嘅風水變好啦，子女變得更加孝順啦，身邊嘅小人變瘦啦，身體又變得更加健康啦。晚年運勢完完全全掌握在你自己嘅心念裏。我們要做一個有大智慧嘅老人家，不要整天去計較得失，不要去跟人攀比。子女關心，我們就高興接受子女忙碌，我們就自己找樂子寫字、品酒、享受生活，這才是對生命最敬畏嘅態度。當你活得足夠飽滿、足夠過癮，你身上嘅陽氣自然會旺盛，任何晦氣和意外災禍都無法侵襲你嘅身體。四哥謝賢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佢嘅心態、佢嘅豁達、佢嘅慷慨就係佢最強嘅風水。佢唔靠風水陣，唔靠算命改運，佢靠嘅係一顆乾乾淨淨、坦坦都高嘅心。呢種心就係宇宙間最強嘅正能量，能夠化解一切煞氣，吸引一切美好。我研究玄學大半世，最終嘅領悟就係風水喺心唔喺屋。你心善，你間屋就空水寶地；你心惡，你間屋就係空宅。所以，與其四圍揾風水師，不如向內求，修好你嘅心。當你嘅心充滿陽光，你嘅世界就會充滿溫暖。當你嘅心充滿慈悲，你嘅人生就會充滿福報。呢個就係我今日要同你分享嘅終極智慧。希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從四哥嘅故事入面領悟到晚年幸福嘅真諦，活出一個有尊嚴、有福氣、有溫度嘅金色晚年。記住，人生嘅下半場先至係真正嘅決勝局。你點樣經營你嘅心，就決定咗你點樣收場。願你哋全部都係贏家。